如果你睇3個月、6個月咁有機會有個反彈嘅，但係如果你睇1至2年嘅話咧，都仲有我覺得仲有唔少嘅下跌空間。嗰個資金流向其實亦都係好短期嘅。你睇過去7、8年，年你只要買 Nasdaq 就跑贏晒，但係由年頭到3月，中資股跑贏晒，於是嗰啲環球嘅基金經理咪個喺度追中資股咯。所以你呢個咁嘅資金流入，其實反映緊嗰樣嘢。唔代表有人多咗嚟買樓。咁今日咧再同大家做另一集 podcast 啊，咁啊邀請到咧係資深房地產分析師黃振宇先生同我哋傾下咧，即係呢個樓市嘅問題嘅。咁點解要再揾黃先生傾咧？因為其實舊年8月咧做 podcast 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話根據佢哋嗰個研究嘅模型咧，本港樓價仲有8%嘅下跌空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咧差估署嘅數字反映到咧，就係今年首季咧嗰個跌幅好似放緩咗少少咁嘅。咁譬如累計到而家大概跌咗2%啦。咁當然由高位開始計係跌咗差唔多28到29% 咁上下啦。我哋想知道其實如果根據你呢一個嘅推測或者呢個 model 去推算嘅時候，其實而家樓市嗰個見底嘅空間係咪差唔多已經到咧？已經成形咗啦，已經其實係好多政經因素會影響我哋嗰啲預測嘅。咁我上次同你講嗰個其實係一個好純粹技術性嘅一個分析嚟嘅，咁睇比較短線嘅。但係未來個投資嗰個取向咧，一定要睇環球嘅政經嗰個環境，包括第3次世界大戰嘅可能性啦，包括嗰個環球債務危機會唔會幾時爆發呢啲嘢。咁呢個如果真係呢兩個最大嘅嗰個負面因素真係可以發大嘅話咧，個樓價仲有可能唔止雙位數嘅嗰個下跌幅度。係，即係上次你講嘅8%，其實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保守啲嘅一個技術分析。咁佢做出嚟呢個數，咁可以錯可以啱嘅。咁但係整體嚟講，你一定要睇好多基本因素先得。咁但係如果咁樣講，其實而家叫接近見底未咧？如果即係咁樣，即係用而家目前嘅狀況去推測，或者我哋當然後有好多環球因素啦，環球債務危機啦。但係如果淨係以而家呢一個 moment 嚟睇，其實因為都見到近期就好似啲市況見到好似啲投資者好似有入市，跟住好似有好多譬如拆息嗰啲又回落咁樣。呢啲因素其實會唔會我哋已經可以覺得，個市差唔多冇到底咧？睇你嗰個時間嘅嗰個係睇幾長啦。如果你睇3個月、6個月，咁有機會有個反彈嘅。但係如果你睇1至2年嘅話咧，都仲有我覺得仲有唔少嘅下跌空間。咁最主要就係啱啱講嗰啲環球政經因素，因為你呢個短期內嘅嗰啲息率，可能因為嗰啲嘢一爆出嚟，可能急嘅抽高，跟住令到你而家計緊嗰啲數完全就錯晒。所以我哋要睇投資咧，唔可以淨係睇而家過去幾日幾個禮拜有啲咩好消息就湧出去。我哋要睇未來1至2年，或者甚至再長啲嘅咁嗰個會唔會影響你嘅投資嘅各種計算？咁即係頭先我所講就係話，頭先你講到好多有啲因素就可能係環球嘅債務危機啦，可能一啲第3次世界大戰嘅因素啦。咁我陣間都會講下呢啲因素嘅。但係其實我哋而家最眼前見到嘅一個狀況就係近期個拆息好似回落，又見到好似因為見到美國嗰邊啲資產就好似即係美元資產流走，咁由香港成為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地方，就吸納呢啲資金。咁金管局又承接一啲即係沽美元就買港元，令到個銀行結餘就升到成1700幾億嘅。即係呢個數字又好似有一段短時間裏邊都未見過咁。咁當然同歷史高位4000幾，我哋都未係一個即係叫好高位數字啦。但係同銀行結餘呢個數字，我哋又見到近期好似有啲新盤，可能係 CLSC 咁樣，佢又都幾多投資者入市嘅喎。發展商又好似你每一次賣樓，好似每次推出嚟又賣晒，每次推出嚟又賣晒咁。其實我哋就會諗究竟其實呢一個氣氛或者呢個狀況，其實即係咪一個有少少叫做轉勢，定還是係一個咩信號？即係我點樣去睇資金流向呢一樣嘢咧？你可以咁講啦，個短期反彈咯。咁你講咁多嘢，全部短期嘅因素嚟嘅，我唔睇短期嘅。如果唔係我日日喺度同啲股評人一樣，今日講升，聽日講跌，我冇咁多時間。咁但係如果資金流向呢一樣嘢，其實你會覺得應該點樣睇，或者係我哋要睇譬如而家1700幾億啦，咁我哋要去到一個乜嘢嘅水平，或者係去到一個乜嘢嘅狀況，我哋叫做有一個信號出到嚟咧，要咁講。嗰個資金流向其實亦都係好短期嘅。你睇過去7、8年。
年年你只要買 Nasdaq 就跑贏晒，但係由年頭到3月，中資股跑贏晒，於是嗰啲環球嘅基金經理咪個個喺度追中資股咯。所以你呢個咁嘅資金流入，其實反映緊嗰樣嘢，唔代表有人多咗嚟買樓。你就算話啲發展商清咗貨，你見佢每次推出嚟有幾多？唔係幾萬幾千，係甚至幾百都冇，甚至幾十個單位。咁你覺得嗰啲咁嘅資金流向係咪有代表性先？如果冇嘅話咧，你可以置諸不理。咁如果咁講，其實個資金流向，你覺得係一個短期會飆升到1700幾億，即係或者之後資金流向同股市一樣，今日升聽日跌，今日升聽日跌，咁你只可以跟住佢去唔停咁樣去追嗰個尾巴，咁唔係一個投資人應該有嘅一個態度。咁如果咁講咧，另一方面一個因素就係中美個關係嗰個關稅戰。頭先你講到一啲，因為我覺得上次都講到一啲，我哋要留意第3次世界大戰啦，一啲地緣嘅政治因素關係啦。咁但係而家睇到中美嗰個即係貿易戰，好似有少少緩和跡象。其實你會點樣評估呢樣嘢咧？呢個係一個，亦都可以話一個小反彈。真正會唔會有惡化嘅情況咧？我哋要等到8月之後先知。咁而家暫時休戰啫。咁短期之內冇可能去，而家去到8月之間，可能有個小反彈都絕對有可能㗎啦。咁但係咧整體大嘅環境咧都係一個去環球化，係一個高通脹化，同埋一個地緣碎片化嘅一個整體嘅未來10-20年嘅一個大嘅嗰個趨勢係咁樣嘅。所以就算而家個可能由100幾十個100%嘅關稅跌到10幾20都好，咁9月份會唔會有升翻30、40、50咧？咁我哋嗰陣時轉唔轉得身今日買嘅樓嗰陣時要賣翻出去咧？咁投資者自己去做判斷咯。係，但係你覺得個關稅戰呢個因素其實即係而家係雖然係暫緩咗，但係其實你覺得都仲好多 uncertainty 嘅，即係或者其實譬如你覺得各方其實 uncertainty 個唯一而家最肯定嘅嘢唔係關稅會減，只係關稅會加，同埋環球嘅嗰個整體嘅嗰個經濟同埋貿易嘅嗰個比重會下降，即係話咧未來嗰個通脹壓力只會越嚟越高，亦都因為咁樣咧整體嗰個加息嘅壓力亦都會越嚟越高。買以息嗰啲會靠收租回報率嚟計數嗰啲人咧，就唔可以淨係睇呢幾個月有啲咩減息嘅情況，要睇未來5年、3年啦、10年嘅嗰個時段，到時嗰個息係升定減，咁你計得到呢樣嘢咧，你未來3-5年咪唔會蝕錢。咁你會覺得其實而家嗰個關稅戰都只不過係暫緩，我哋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變化喺度啦。頭先你講到個加息個因素，其實而家美國就可能係我唔知關唔關事，就可能係佢要即係暫緩咗佢，因為可能美國自己都搞唔掂啊，唔知係咪？咁其實美國自己嗰個內部經濟雖然Trump 都有講，即係放風話可能會減息聯儲局會減息咁，但係其實而家從你嘅角度去睇，係咪即係美國個高通脹環境都唔容許佢哋有減息嘅狀況出現？美國應該唔相對全世界嚟講，佢嘅通脹環境係好過大部分其他地方。咁因為其實好多人唔以為而家美元會跌其實呢個係一種錯覺嚟，美元一定會升嘅，因為你債務危機一嚟嘅話咧，你想象下全世界幾多國家、幾多公司全部喺度發債都係以美元計，你一爆嘅話咧，所有嗰啲錢就會向美國走㗎啦。所以而家又係以資金流嚟講，美元有一個下跌，係一個下調，係一個調整，唔係一個趨勢。所以而家咧能夠趁勢買翻啲美元嗰啲人咧，半年、1年之後會開心嘅。咁嘅情況下咧，你就會想像到，其實美國係咪其實通脹係好過其他地方咧？絕對係，因為你商品再彈翻上去，美元再抽翻上去嗰陣時咧，其他地方嗰啲出口嗰啲嘢就會比較難做好多。咁但係咧美國你個個都喺度諗住特朗普話減息就會減息，肯定唔會嘅，因為聯儲局都仲係獨立嘅。同埋你睇翻鮑威爾講，佢話就算我減短息，長息都會繼續升，咁呢個咪正就係我哋一直喺度呼籲嗰樣嘢咯。你就算央行想減息，
個息率都唔能夠撳得住長債嗰邊嘅息率嘅，所以你咪見到嗰個債息而家你睇就算係日本甚至歐羅區，甚至美國日本嗰邊嘅息差咧，即係長息減短息嘅息差，應該嚟緊呢一年到再升到50個點子，即係話咧長息你就算短息唔加嘅話，長息都要加多0.5%嘅。咁歐羅區同埋美元區咧應該會更多，可能多至1.5到2個百分點嘅。咁即係話你本嚟收緊3厘息嘅，而家可能要收4厘半。咁你覺得個債會唔會爆啊？咁肯定會啦。咁嘅情況下，又會導致下一個經濟下調同埋強美元嘅情況下咧，有好多嘢都係搞唔掂嘅，因為越嚟越多嘅錢會因為美國減稅同埋美國製造呢樣嘢咧，會流翻去美國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好多全世界本嚟喺度投資緊嘅嗰啲廠或者咩咧，會要刪或者要移去美國，所以環球嘅通縮咧，亦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風險嚟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經濟衰退，係。咁但係其實如果咁講，其實而家個美國嗰個即係我哋 so call 美國有個嘅經濟衰退，或者係一個叫做財政懸崖嘅問題，其實即係個眼前嘅問題嘅啫，只係佢只係啲人講得多啫，但係睇整體美國嘅政策嚟講咧，未來一段時間應該會跑贏好多大部分全世界其他地方，因為你啲錢因為減稅會全部湧散翻去美國。因為佢將自己能源價錢放低咗，唔再搞啲癲狂嘅嗰啲零碳嗰啲咁嘅政策，導致佢所有嘅基建、所有嘅生產都平過第二度。因為佢將整體嗰啲稅務唔單止係公司喺要擺錢喺海外避開本地稅，連本地收入稅、入息稅，特朗普都講啦，入息稅可能會廢咗添。咁樣去減落去咧，你可以想像佢生產力嘅嗰個釋放係幾咁龐大。咁個吸引嘅投資，我哋啲同事就喺度 track 緊㗎啦，已經唔止5-6萬億嘅公司或者國家已經話咗，我哋未來1年、2年、10年會投資幾多嘅產能，幾多嘅各種各樣嘅投資 AI 又好，乜嘢生產能力又好，都會投入美國。咁呢啲咁嘅嘢會造成2級、3級效應嘅，所以美國未來會係最繁榮嘅一個地方嚟。係咁，相對於其他國家就會係即係好多靠出口去美國嗰啲國家，因為關稅去唔到因為美元一升，嗰啲能源價錢又升，原材料價錢又升，所以唯一一個頂得住呢啲原材料價錢升嘅地方，就係一個以美元計價嘅地方，就係美國咯。咁全世界嗰個經濟會有幾負面嘅一個影響。咁但係其實同頭先所講呢啲咁嘅因素啦，其實同即係嚟緊即係美國其實亦都有個高通脹環境嘅時候，個息口其實個去向都係比較即係會係升多過跌嘅咯，咁講係嘛？不嬲，我講咗已經好多次㗎啦。基本上就係長息一定會升，你短息點撳都撳唔到。咁你睇埋全世界幾多萬億嘅資產係長債嚟㗎，嗰度一爆過，你可以想象嗰個對資產價格嘅嗰個摧毀性係幾大，同埋對整體息率嘅嗰個抽高嘅嗰個影響會幾大咯。但係你評估呢一個即係嗰啲環球嘅債務違約嘅風險，其實嗰個機會率有幾高，或者係即係幾時會出現呢啲？只可以話越嚟越高。咁你都可以講你講咗2-3年啦，咁其實係但係你可以咁樣講啦，就係2-3年前可能美國未有2萬億一年嘅嗰啲赤字，咁而家有啦，咁可能2-3年前可能得幾千億已經算數，但係而家全球嘅政府都係一個高速向緊嗰個債務違約嗰個牆喺度咁衝緊過去，咁我唔想知，我亦都唔想講係下個月定係出年呢個時候定係可能2年之後，我只知道呢樣嘢發生嗰陣時咧係災難性嘅，我哋唔想喺佢發生嗰陣時咧就話我對唔住，我揸咗成副嘅乜乜乜我只想知而家我已經準備定。到時佢發生嗰陣時，我逍遙法外咯。但會係點樣發生嘅法咧？即係或者係即係乜嘢 signal，或者係乜嘢嘅狀況，我哋會見到有個一齊出，即係又或者如果係
唔同國家可能係唔同時期出現，可能嗰個影響又會冇咁大，或者係一齊出現就會嗰個影響性好災難性啦。但係如果可能係A 個國家出現咗，B 個國家又出現咗，第二可能係嗰個程度又唔係好大嘅，咁嗰個影響性又會唔會冇咁大？即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一樣嘢咧？會係咁其實好多嘢咧發生嗰陣時，你可能覺得佢嘅影響唔大，但係導致整個市場嘅流動性急劇萎縮，或者因為政府為咗救市禁咗你拋空又好，禁咗你唔俾你交易又好，咁嗰陣時就災難性就直急跌咯。你有得有序咁樣去拋空或者去將佢預早將佢賣咗嘅話咧，或者到時能夠有足夠嘅流動性去吸收你嘅賣盤嘅話咧，咁個市況冇咁大嘅影響咯。但係你所有嘅大資產嗰啲基金債券基金又好主權基金又好，退休基金又好，全部都冇得放嘅話，咁可能被逼要 mark down 嗰陣時咧。咁嗰個就好大影響。即係呢個係最壞嘅情景。呢個唔係最壞，呢個係開始第一步。另外一個就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個一打開嘅話咧，有好多其他嘢包括債務違約都會同時發生。過去幾十年之所以香港、新加坡、倫敦、紐約係咁升嘅話咧，係因為減息啊嘛，同埋冇打仗啊嘛。未來如果係加息同埋打仗嘅話咧，呢啲以金融跑贏嘅嗰啲嘅城市咧，就唔好掂咁多啦。咁你唔買金融買咩咧？買商品咯。咁去揾下啲商品比例重嘅嗰啲嘅地區去買咯。